拉姆納拉揚拉姆。當賈瓦哈拉爾尼克魯擔任印度總理時，他召見了巴拉克布拉馬查里吉到他的辦公室，問道：你對蘇巴斯錢德拉博斯了解一切，請告訴我他在哪裏。他接着說：你與他有更多的接觸，我得到了這個信息，所以我想從你這裏了解。巴拉克布拉馬查里吉回答尼克魯吉：你希望他回來嗎？然後古魯吉說：我需要先召開一次會議，必須詢問每個人，只有這樣我才能告訴你任何事情，因為透露關於他的信息可能引發國際問題。當巴拉克布拉馬查里吉返回加爾各答時，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長普拉夫爾辛格指派500名警察將他逮捕。在逮捕之前，他的住所被搜查，發現了3份來自前進集團的文件，上面有蘇巴斯錢德拉博斯的簽名。之後警方將他逮捕，然而案件進入法院，巴拉克布拉馬查里吉贏得了案件。當尼克魯吉臨終時，巴拉克布拉馬查里吉和內塔吉都在他面前。當尼克魯吉看到他們倆時，不久後他去世了。之後巴拉克布拉馬查里吉說：尼克魯吉與內塔吉蘇巴斯錢德拉博斯所做的一切將導致他整個家族的滅亡。今天這句話已經應驗。巴拉克布拉馬查里吉還說，未來梵行者將領導國家。今天這一預言正在成為現實，像莫迪和約吉這樣的梵行者領導着國家。因為巴拉克布拉馬查里吉，全國將開始像一個大家庭一樣生活。那一天將很快到來，世界將傾聽印度的聲音，領導權將掌握在莫迪和約吉的手中。在過去7000年中形成的宗教將不再繼續在今天的80億人口中只有1500人，剝削着整個社會。這些人甚至剝奪了每個人的生育權。巴拉克布拉馬查里吉呼籲採納自然法則，這些法則將在全國範圍內實施，那些不遵守的人將面臨必然的毀滅。地球上的所有宗教將走向終結。巴拉克布拉馬查里吉說：人類崇拜的神祇真的是嗎？10000年前並沒有叫做印度教的宗教，拉姆和其他神祇曾經說過崇拜我、獻祭給我嗎？如果你真心相信他們是至高無上的存在，那麼與其崇拜他們，不如在生活中遵循他們的原則，走他們所指引的道路，而不是建造宏偉的寺廟。不要追隨宗教，而要追隨行為，行善，幫助他人，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